大家好，我係靜林姨姨。聽小爺仔講，大家想知道我點樣編製損益表。佢當時用緊20X8年嘅損益表，等我揾返有關嘅試算表先。呢個係部分嘅試算表，我淨係抽咗啲相關嘅部分。首先，我會每3個項目間一間，方便我去睇。譬如電費就喺線嘅上面，而銷貨運費就喺線嘅下面。少爺仔講過，損益表分為3部分：主要業務嘅毛利、其他收益同埋費用。我哋主要業務係貿易，所以我用 trading 嘅簡寫 T 字嚟代表毛利以上嘅項目。T 字部分有特定格式，就要順序入。第一，銷貨，揾到寫返個 T 字，跟住銷貨退回，然後順住去期初存貨、扣貨退出、扣貨運費。而期末存貨，少爺仔話203萬，而你哋嘅題目就應該喺附加資料裏邊出現，加返 T 字。點解係咁？撳入下面連結，會解釋點解有啲賬喺試算表上係出現期初結餘。至於其他收益，我用 revenue 嘅簡寫 R 字嚟代表，同埋用唔同顏色嘅筆寫上。而費用，我就用 expense 嘅簡寫 E 字嚟代表， R 同 E 就順住個試算表跟住寫落去。因為之後你哋學嘅可能會越嚟越複雜，咁樣有系統啲，冇咁易漏數，就好似扣貨運費最容易會漏。呢個我覺得係最快而準嘅方法去編製損益表，希望幫到大家。有機會再見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